很少听到北管了。他的阵头表演比较早了，他早上5点就出发了，神教是6点才出发，所以要拍阵头要早一点。要拍那个表演的拍表演的阵头要早一点他神教也要慢1个钟头，6点出发。你看第3天绕境活动8点半左右，来到这个西港大桥东北边的曾文溪北堤防的北边这边，当双步中乡坡。然后东边下面错下面出，慈圣公妈祖庙在北边有，乌竹林、乌丁拿公主宫、金西町作出庙在北边更北边。现在画面看到正中央8份姑妈宫，这是西港乡的发源地西港乡的发源地，早期的姑妈宫在办了黄船吊。你看离曾文溪不远了。离曾文溪不远，曾文溪就会跟王船有关系了。后来由西港庆安宫接办了，西港庆安宫接办。香科绕境，还有第4天的烧王船、送王船。眼前看到那个是芦笋田。千里眼将军、顺风耳将军，这边神教阵头已经过了1个半钟头了。